后来进前疫情爆发，善心的人士甲企业。 捐赠物资，甲第一线医护人员斗相挺。南投德山秀团病院嘛受到真大的帮助，即卖血库来欠血。德山秀团病院号召着医护人员来捐血，来回报着社会各界的爱心。指南宫嘛来斗乌演，提供着钱物，鼓舞大家来捐血。 院长、副院长带头报名捐血，院内医护人员甲民众嘛做伙来，由德山秀团病院所招的捐血活动，指南宫有提供钱物来鼓励。那这一次捐血活动里面，我想大概舍兰宫提供非常优渥的那个奖品那你只要捐血500的话就有套币。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我想应该不只是口号啦，更应该是身体力行。因为在疫情较严重的期间，接受过各种物资的寄付甲鼓励，所以讲这摆用热血来回报社会爱心，让帮助病人，他们可以用正常的管道可以取得非常安全的血液来挽救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我们能够贡献是很荣耀的。台湾的血库剩较无4天的量正紧急，所以讲就算工作真无用，这医护人员嘛排队来咧捐血，超过100人来响应。婚礼。